係一個特別嘅時刻，特別嘅日子，對我個人嚟講，一定要特別隆重介紹，就係今日展開我海洋三省之旅。各位網友大家好啊，歡迎大家又再打開我追風一族個頻道。我哋今日開始就由加拿大嘅南邊去到東邊，展開我哋海洋三省之旅。經過咗2個小時嘅飛機，由多倫多到哈利法斯，一路都好順利。因為上個月呢，佢猛咁講話加航喺度罷工，我哋好 lucky，今次就逃過呢一劫。我哋一落咗哈利法斯嘅機場，即刻就去租車嗰個 counter 度攞咗車，直飆咗過嚟呢度。第一站就係Mahone Bay啦。講到明嚟海洋三省，當然唔少得佢哋嘅全部都係以面對海灘為主。據佢嘅歷史介紹呢，原來佢喺18世紀呢有個船長係海盜船長啊，佢個名叫麥空，所以呢一度就用咗佢個名叫Mahone Bay。喺大約1754年之前啊，左緊啊，佢哋就迎來咗呢一度嘅第一批移民，英國移民啦、法國移民啦、瑞士移民等等。如果大家網友對加拿大歷史有所研究或者聽聞，都知道佢第一代嘅就係原住民啦，跟住就歐洲移民啦，歐洲其他好多國家都嚟到呢一度，尤其是法國同英國。最初佢哋呢啲移民呢，基本上係以農業啦同埋捕魚為主維持生活，後期就轉咗造船業。到咗今時今日呢一個鎮呢，佢基本上就係以旅遊啦、製造業啦，梗係唔少得嘅就服務業嚟代替佢哋嘅經濟發展。不過我個人感覺喺加拿大嗰啲埠仔生活呢，基本上都係大同小異啦。佢哋都係好悠閒嘅。不過呢一邊呢，海洋省份就多咗啲海鮮嘅味道啦，海洋嘅味啊，應該係咁講。喺慣多倫多咁繁華擁擠嘅生活，嚟到呢啲人煙稀少嘅地方，真係有種心曠神怡啊，同埋個人非常之放鬆。雖然係一路趕車嚟到呢度，但係一啲疲勞嘅感覺都冇。沿路開車，見到路兩旁嗰啲屋呢，佢哋每間屋都好有佢特色，同多倫多起嘅屋又係唔同嘅。佢呢啲屋呢，每間都有佢個自己嘅顏色嘅 style， 但係多倫多幾乎都係千篇一律。新屋嚟講下，都係有磚做外牆嘅。多倫多啲舊屋呢，都可以有見到係木製嘅外牆。仲有幾乎每個碼頭啊、街道啊，都見到呢一啲龍蝦籠啊喺度做擺設俾遊人觀賞。我諗呢啲龍蝦籠已經完成咗佢嘅為主人服務嘅使命，放喺度做陳列品俾遊人喺度觀看㗎啦。行下俾我見到有間精品屋，佢哋做嗰啲 DIY 做得好得意啊！每間屋都好有佢嘅特色啊，同埋佢個 color 配搭得好清晰，同埋好誘人。每間屋經過我哋都要卻步停一停，影一影。睇完Mahone Bay，開車繼續向前進發，下一個目標就係呢一度啦，Lurlung。我哋開車大概係1個鐘到啦。呢一度呢，佢係以嗰啲教堂而聞名，呢度有幾座教堂係好有名嘅。又係近住個海啊，周圍都係海。本來我哋今日選擇喺呢度食 lunch 嘅，因為時間實在太緊迫啦，所以變咗 lunch 都冇食到，所以又做唔到 lunch 嘅視頻俾大家欣賞同埋分享。不過我哋都冇乜所謂，繼續去發掘更多嘅旅遊點係我哋嘅目標，所以希望大家如果能夠幫到愛好自駕遊嘅人士，
作為參考，我哋今次嘅旅程真係希望能夠幫到大家嘅自駕遊嘅行程。呢度有一個好大嘅碼頭係俾大家喺度欣賞同埋觀光嘅。都係嗰一句啦，好欣賞呢度啲房屋啊，每間屋都color好特別，佢有佢自己嘅color，同埋每種color都好搶眼啊，超級吸引我哋今次團友個個都喺度打卡留念。唔使講，呢度好多餐館同埋酒吧都面向住呢個大海。今日遊人唔係好多，可能 back to school 啦。溫馨提示大家，呢度係有馬車坐嘅吓。終於行到嚟呢個碼頭啦，佢左右兩邊停靠啲船喺度，都幾大嘅呢個帆船。呢一隻呢就係美國嘅。好有興趣想行埋去睇下佢哋啲船嘅入邊係點樣啦，外邊係點樣啦，因為從來未坐過呢個船啊，睇嘅呢隻船嘅裝修都好靚好新淨。我見佢呢啲工作人員喺度應該係裝修啊，我見佢有人喺外邊游。對面呢一隻船呢就有少少殘舊，不過唔緊要啦，我哋都睇。我諗應該佢係停泊呢度好長時間啦。我見佢船個外身都生咗好多海草喺外邊喺度，可能又係我之前講嗰句啊。呢隻船應該係完成咗佢對主人嘅歷史嘅使命，依家喺度退休啦。每一步每一個腳印行到呢一度 Nova Scotia 呢一個省份，都見到佢係歷史嘅痕跡都出現晒喺呢度，可以溫故知新當年嘅歐洲新移民嚟到呢度嘅情況啦，感受下當時佢哋喺呢度生活嘅狀態啦。又經過另一個 Mysners Beach。呢度事實真係太多 beach 啦，周圍都係。呢一集就到呢一度，今日一趕3場，應該係4場啊。不過接下來傍晚呢一場仲更精彩，希望大家唔好走開啊！記得留低睇住我呢個下一集嘅視頻。多謝大家收睇，下集再見，拜。